有冇諗過，啱啱你做咗一件事，原來喺度滋養緊啲癌細胞呢？第一係微波爐加熱，食物用膠盒以為方便啲，其實高溫會令到膠釋放一啲唔好嘅健康化學物，搞到你嘅荷爾蒙，仲可以令你嘅細胞亂咁生嘢。第二，食燒焦咗嘅肉，有一啲燒黑咗、酥脆嗰啲位，其實唔止香，好多危險致癌嘅物質會直接打爆你細胞嘅密碼，小心啲啦。第三係止汗劑，有鋁嘅成分，以為有香味就 OK， 其實鋁質係可以潛入你嘅皮膚，慢慢積聚喺乳腺附近，變成腫瘤嘅溫床。第四係夜晚瞓覺嘅時候，手機夾喺個頭嗰度，你覺得有安全感，其實電磁波搞到你嘅細胞都攰晒，長期咁樣細胞就會有變。第五，停止喺車入邊飲膠樽嘅水，大大嘅太陽燒一陣，啲水就化咗啲膠落去，飲落肚真係唔抵。第六，每日食5、6餐，又有零食，你以為係補充體力，原來係幫緊啲癌細胞充電。日日不停咁餵佢食糖，好容易會生啲唔好嘅嘢。如果你想知道食乜嘢可以幫助身體細胞抗氧化，留言抗氧化或者私信我 send 俾你，快啲 send 俾朋友，大家一齊避開啲陷阱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